南投一集南尾桥卡的空间，将要打造做南投县第一座的骨车工园。若是顺利，年底就会当动工。 一日电工所的外包厂商，佮一摆邀请公路总局第二工程处单位来会勘，总算得到地主单位同意，确定南尾桥卡的空间会拨予公所来打造 Pump Track。镇长这边的一个推动，已经把相关的一个维修的一个场域、也维修的一个空间都已经有让出来，让亲子的场所跟桥梁维修能够同时能够兼顾。Pump Track 一个所在，佮叫做骨车公园，会让提供囡仔、青少年来触碰车，或者是初步车运动，因为路边有特别设计过，真受到囡仔欢迎。他们不管是滑板也好，学步车也好，或者是直排轮都有一个理想的一个可以游戏的一个空间。一日电工所会编300多万的经费，预计在12月底，地当来动工起做。